讲到新总统赖清德5指控就职了后，今日去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咧。今日朝野有达成共识，会邀请赖清德来立法院国情报告。不过要安怎进行朝野党团13会搁再协商。民进党团是强调爱总统随问随回答是违背宪法的。民众党团是建议讲照顺序回答，派代表来回答，这是有春秋的方案。本案交付协商。 由院长本人召集协商。前总统赖清德特别就职，立法院朝野党团车集是协商达成共识，要邀请赖清德在5日控就职了后去国会进行国情报告。不过时间点和顺带的形式，要等朝野党团13个协商。希望未来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，能够成为宪政的惯例。我们不设任何的限制。总统即问即答是违宪的。 我们就要求拜托国民党和民众党，你们直接行使所谓的国情即问即答，那应该予以撤案。台湾民众党也提出了依序回答，最有折中值，也可能是各个政党推票代表完之后，由赖总统来做一个答询。总统国情报告顺带的形式是朝野立委上主要的前一点，大致上分作一问一答，立委提问，总统必须要随答。就讲咧立委质询行政院长的模式，通问通答，是可能各政党问了一摆回答，还是各政党分别通问通答。意思顺带是政党代表轮流问。原本预计宽岛高速铁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、华东快速道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车集会进行表决大战，但民进党团提出人海发言的战术。 拢总登记发言来抵制表决。本日会议进行到此为止。5月14号星期二上午9点继续开会，进行后续讨论事项。为着议事的和谐，韩国如果和朝野3个党团沟通，在处理了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提案了后，随着宣布议会休困，还阁处理其他的提案，华东快和宽岛高铁草案，下昼到14个议会阁再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